来继续来到桃园杨梅来看这场花灯迎妈祖的吊景。 杨梅在地乡亲以及来自国外，即摆已经是台湾竞赛安第斯乐团表演开场。在闹热的气氛中，桃园市长郑文灿起鼓，杨梅庆元宵正式展开。闪亮登场，正式起走！今年参加采购队伍有45队，超过2000人。除了有新兴高中的乐器队，客家传统特色队伍以外，也有过来台湾的新住民妇女团体，在闹热中有温暖的气氛。花灯彩街加上姨妈祖221，把它举办的这个非常具有现代的特色。那各个社区跟各个社团都使尽这个创意，那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这个乡亲的注意。那我们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发展成杨梅的客家文化活动的亮点。因为若要到元宵时，车到拢有南巡进香，12有花灯迎妈祖绕境，这是流传100年的传统。郑文灿希望讲，将这个传统信仰化为文化庆典，一年会使比一年较闹热。